再来看高雄屏东县市隔界的万代大桥，有民众迄条讲6月初4的时候，有超过10外台奥多拜，佮有真侪少年人咧驾车。屏东县警察局是表示讲，迄天并无人报案，也毋过调监视器的画面，确实有看到有真侪车的驾车，会通知这个车主到案说明。 引擎声音刚刚叫桥顶5、6台奥多拜做伙驾车，看起来真危险。现场是伫咧高雄屏东甲界的万代大桥，有民众测试一天，迄条桥顶上无停超过10台轿车奥多拜，也记录到上无3架奥多拜驾车证据。本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，以厘清违规事实，并通知在场行为人及涉案人到案说明。 屏东县警察局表示，当间无接到民众报案，透过影像比对，掌握上无10台轿车奥多拜伫万代大桥群组危险驶车，而且当事人到案说明，而且当日居民也讲，最近确实有看到有人伫遐驾车，而且大部分拢是重型机车介过。路较大条啊，路都直啊，无车人顶啊。做一个关系啦，迄教育，迄教育失败啦。伊若家己册着种，伊安怎伊无要紧一个尔，咱伤着别人呢。 警方表示，危险的驾驶行为会当罚6000到3万6，而且禁止驾驶。若准有2台车以上伫车路顶头撇来撇去，互相驾车的行为，上重会当罚到9万块，而且吊销驾照。情形重大也会当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最近当着休热，也伫咧7、8月的时阵，伫管区内面容易出现飘车族的路段，加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